嘅面頭，小暖嘅日頭，因為嘅溫度嘟嘟好。愛嘅夢想，自在輕鬆，本來因為馬該就唔是錯，簡單最好，從今咪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靜角落。人生嘅風向，愛看無馬道，從前一站生命巔峰，灑灑出招，來去天堂，到了該橋路前一點輕鬆，山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兩隻猥瑣，輕盈成一隻細細嘅希望，愛行通。關注世界錯也係唔錯，本愛一站巔峰，感到一點輕鬆。大家好，我是唐佳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企鹅里的队的社团经理了。川川，我们不是说好以后就当好朋友？我知道啊，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冯先生，其实爱哦。林宗翰，什么时候去日本啊？庆应大学，你千万不要辜负了教练的热心。冯先生，恭喜我的日本。虽然讲我喺日本，有地方係變得習慣到長久，根本應該聽錯人講。做啲本來嘅機會嘛。假使講哦，因企鵝里的體下擺比賽大條命，你做人去搞我嘛？另外呢，就是那里。我手在这边呢，你手在那边冲啊？搞屁啊你！你自己跟上拍子就不会这样。你现在什么意思？现在不是在互相检讨吗？我只是讲出事实。你看，画面说的很明显啊，你自己拍子都没跟上。谁说的啦？把声音放出来听看。谁了？找大家来看影片，是为了让你们更了解自己的优缺点，不是让你们两个来吵架的。你们两个专心一点好不好？小帅可以过去了 ，OK。修正啊，把鬓角不够长。
大妞说，川哥跟董天夫告白嘞！啊？他还真的告白了。他不是跟小文在一起？哎，阿堂姑，堂公唔今日董天夫告白了。你要输个好人卡、哦？哎呀，唔怕啦，迄个董天夫哦，唔顶硬好啊。还有啦，无通人讲诶，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啊？你讲嘛假啊！做嘛因为爱啊？听说要输个好人卡。你的意思是，老董天夫穷啊了？伊妈都无讲啊。就算佢恨，也没远距离的恋爱啊。哎，阿川，莫安地啦，那个远距离的恋爱，当然你好高手的见面啊，讲到暗呢。唔对嘛假啊！风信上哦，天天就要日本呢。哈？伊要去日本呢？冬天会去日本？跟拉队？肯定问题啊！可能都玩一个自投形象吧。去啊！你说嘛个啊？伊唔迄当年你个讲嘛个切尔里的迄个团队，太搞去团结，结果伊去假咧。我去日本啊，太师情形唔是后太甲讲哦。太敢都恐阿变啊很久咧，记我去日本，总算去参加比赛咧，结果记咧，屁，算你个嘛个啊？马给啊，马给，过来啦，做咩啦？眼顶压下糖头呀，听说要动艰苦。原因为冯先生是个背叛者，抢古典去家的前途，无考虑到海家什么。不过有上看来，你阿妈个契尔里德什么，是一个团队什么？既然是一个团队，当然有希望哦，伫要每一个人做得有更较好的发展。冯先生也还有机会去日本读书。身为这个团队的伙伴。你是咪应该要祝福佢？蒙地佢行较好争取啊！文哥，唔拄袂笑哦，已经8点半咧，先生还忙做。放先生又没生人诶，以前有时候比现在更晚回来，有没有好笑啊？头摆迄头摆，该呀哈迄呀哈。也安样诶？前半夜，阿川老师老先生告白的呢。哦，安尼，请好，请好。有人喜欢总是好事嘛。做乜嘢嚟看我？你是广兴趣无？其实我来文哥，哪次都我要开只德语学校行行啊，问太家己老先生的关系啦。
阿川老师老先生告白的呢。哪次都唔通要开只德语好到行啊，阮太家己老先生的关系啦。我跟佑仪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佑仪，我煮了你最爱吃的皮蛋瘦肉。是你啊？啊，我做了早点，一起来吃吧。不用啊，你跟栋老师一起吃就好。哦。文哥，啊，加油！按照按照我煮了粥，赶快过来吃吧。你迄醋盆里饭超水唔摕啊，大周就风向来煮鸭嘅。什么？不啊，有个兄弟安徽做事嘅不做，那种眼晕思后。那我吃个房东。哎，毛丝。南比亚有什么？我要留到后告，这里必发个资料。你讲你是要签署，我就做丢转来。结果很用诶。哪结果？哦哟，就董秋夫到底有没有接受闯哥告白啊？我赢了啦，100块，看看。哦哟，怎么这样啦？我以为闯哥会成功的哎，我就叫你不要跟我打赌哈，每次都输啦。啦啦队居然抹高粱嘞，你用啥懂欢喜哦？Ready one two 打 up 打 up， 等一下 Ready one two 打 up，OK 吗？我们再一次哦，来 Ready one two 打 up 打 up， 哎，都练那么久了，底层高度还是不一样啊！来下，再来一次。南龙，停拍子啦！周云龙，你在发什么呆啊？再来一次啊！周云龙，阿诺，练很多现在啊，既然都要走了，那个屁！还有谁不想练的？现在可以离开，继续练习。谢子毅，代替周云龙的位置。谢老师，哎，麻烦你当这组的后保。好。好 ，ready。来 Ready one two 打 up 你讲的冇唔错，也是我爱做我。
那细细的希望。咱12分教练对比赛听说唔好，再搁讲，你喺企鹅里就该踢败比赛的。我行去支持友谊先生去日本，大家都有追求理想的自由。喺讲友谊先生爱去日本，大家应该欢欢喜喜送佢离开，错冇？唐人讲的当好。我有一个办法，做日本防先生哦，好好去日本啊，不过可能是要太家天数。系嘛个？因为下注训练了后，让大家留下来。不过记得做唔得本防先生啲，好冇？K 啊，草狗想要什么烂计划？我才不要参加嘞！冻豆腐要不要离开，干我什么事啊？什么事情都有来按的。哎，他到学校第一天就有警告哎。所以，你到底希望他离开，不要再耍暗的，还是希望他留下？他要不要走不干我的事啊！反正我就是不爽他的态度啦，什么事情都来按的，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啊。鼓手，我会唱歌。哪张毛威嘞？还你们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情？以后跟那块豆腐有关的事情都不要找我，我没兴趣。怎么办啊？大家都提起去东打东挑夫啊，你怎么办？我会做就会转来，就会较亮。偶尔回忆一下童年时光，那今后啊。你今天去飞一下，然后睡梦。哎，等一下。杨玉发老人讲，其实嚟东九州，真係冇得講。用誒。如果你下想人嚟講買，我係冇向前主張過。嚟將嘅，真係唔想談。预备 ，Ready 1, 2, down, up. Ready 1, 2, down, up. 好，靠拢，给脚，好，收脚，两边侧开。好，用泰格按做就来练啊。比赛多嘞，鼓手要穿新衫客厅，根本就开始做半年总练啊。好，靠拢，给脚，收脚，两边侧开，来下 ，Ready 1, 2, down, up。难哦，脚啊，不要忘记用脚。还有啊，手转的时间点啊，再抓一下啊。你昨天不是说不参加计划？我是想早点让他东挑夫滚蛋，所以才这么认真，好不好？小心一点。
加油！好了，不要聊天了，再一次。 Ready 1, 2, down, up. Ready 1, 2, down, up. Kia 水手，低一点啊，低一点。差不多。麦子啊，哎，你觉得今天川哥的表现如何？哇 ，very good，简直明星教练嘛！他是啊，他还去参加什么啦啦队研习，听说这次考试过了，可以当啦啦队的教练呢。哇塞，教练呢？对啊，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哎呀，怕啦！以后有川哥在，切尔里德就所向无敌啦。我以前都以为他什么事都不会做，原来他没有找到擅长的事啊。那是因为他都没有接触过竞技啦啦队，好不好？我觉得他以后会是个好教练。怎样啊？说实话都不行哦。好了啦，不用演了啦，那么爱演。好累哦。啊，你现在是在累怎样啊？啊，你早上练习很认真吗？侧内上场还给我差点跌倒嘞。看着你就知道，昨天晚上 A 片看太多，手脚无力，对不对？A 片看太多是你好不好？哦，翻的时候手指都无力，抽筋嘞。你们去厕所看呐，我跟你们不同挂的啦。你。 OK， 在干什么？他帮你挡人要进去啊，切入上篮啊！再一次啊！快！帮他挡人啊！你还在站着干嘛？阿军，你怎么没去练球啊？ 我有点不舒服。其实这件事严格说起来，我也有错。那天我明明看到老 K 在仁德水里放东西，可是我却没有马上阻止。或许在我心里也希望打赢那场球赛吧。不过你现在后悔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就把检举信都进一箱里啊，还在犹豫什么？我怕我只是想要良心上的平安，可是这也算背叛队友吧？毕竟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学校追究，会影响球队所有人。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轻盈线一在细细的希望。安子谁？行来记啦，赢是咱这，他妈起来看到没认唔出。不是，我不能养成依赖的习惯，不然等你去日本以后，马上让你探索。所以要给你很用诶，怎么全世界都希望来日本？出差你啦？哎。先生看来心情无蛮好呢，会按用做刚好。你不希望优异行长放去日本读书吗？先生按照我也无卡，不管佢怎么给听啊，都是自己。那就帮他下定决心，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离开啊。唔好按呢，2年很快就过去了。等佑一回来，他一定变得更好，有更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嗯。少王，等一下，我警告你啊，练球的时候给我认真一点。这次冠亚军比赛啊，如果再出任何状况，我看你是拿不到保送的资格啊。凭你这个样子啊，应该是没有大学可以念的，知道没有？练球。等一下。你的脑袋到底有没有带出门啊？每天浑浑的过日子，连便当都可以忘记啊！拿去练球。对，先走了。加油！OK， 教练，你是怎么了？我希望你赶快把自己调整好，
不然冠军赛我没办法让你上去打。好好加油，把自己的感觉拿出来，还有战斗力。哎，你干嘛那么认真帮一班擦澡？要大家去相亲哦？没有啦，小哥答应我说，这次比赛可以带一班一起去，然后当我们企鹅里的吉祥物。啊，这样好吗？说不定对方会以为我们手花招，要吓他们。哎，一班一点都不恐怖，好不好？他从以前一直陪我们到现在，第一次比赛他怎么可以缺席？一班的确陪我们经历过不少事情了，从这间还是抽烟打屁的空教室，然后到后来麦子进来发神经，说要成立什么竞技啦啦队的。对，还有那个骗子教练，再来就是董秋夫了。要是没有董秋夫在的话，我想到今天为止，激进啦啦队应该也不会成立了吧？嘿啊，太敢无按过的张团给强哈，现在好不容易可以上场比赛了，可是董秋夫却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我突然觉得啊，我们这段时间好像在拍热血青春片哦。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哎！我刚才在拍鬼片，你很恶心哎！哦哟，干嘛毒死我了？你干嘛？还敢拿一半丢？哎！冯先生，唔记得你睇下 V 有做过新人的游戏吗？可是我也希望以后做咧宠爱上心，安尼来上心爱。硬天迄本命爽苦咧，不过要留上心唔爱关系。俺让暴增，俺听说会拿到牌，做一个好教练。就像头摆讲过的啊，一个啦啦队，无是有两个教练。故说，请上心爱，好好完成总迄一本。老企鹅里的搞不来。教练，对不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退出篮球队嘞？马上就要打冠亚军赛了，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退出呢？我想要把重心放在课业上。借口。你把重心放到篮球场上，好好的打，赢得这次的冠军比赛，一样可以保送一流的大学啊！我就是不想打篮球了。为什么？教练不需要你那么快做决定，回去好好想一想，再过2天我们再谈。我
我已经想了很久，不会后悔退出篮球队。谢谢教练这段时间照顾，对不起，让你失望了。那，这是别人推荐的资料，你去日本之前都得看一下。唔是诶，乜意思？你做去叫聽滿迄日本咧，不過唔。你這個物體係很用誒，那像迄日本就切架戲啊，這麼硬硬戲，這麼硬嘅來講，你咪唔是啊，做得走咧。講得嘞。冇啦。好好好，唔該，不管你想要說什麼，或想要罵我，咩唔怕。這位唐來講啦。还记得这段话吗？就青菜发发的听，那有嘛改？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潜意识中的随笔涂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其实是想去日本读书的，因为你的图偏右，表示你对未来有憧憬，而且你的图偏下，表示你很实际。这也是为什么你很难做出决定的原因。你做就老番教练讲，係唔會過氣咧。还有，树上的嫩叶，表示你渴望一个新的开始。这个人的脚，代表你的行动力。你的步伐画得很大，这表示你很有行动力跟执行力。可是，屋顶上的烟，清楚的说明你现在压力很大。我希望你把压力丢掉，就像丢话一样那么潇洒。企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成为你的压力，大家都希望你有更好的未来。反正2-3年时间很快就过了，你去学的越多，你可以给大家的就会更多，而且更好。我想，如果你真的放弃机会留下来，等你老了、后悔了，这些孩子也会觉得对不起你的。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多，两只尾索跟银线一只细细的希望。这个房间很快就要变回你以前没来的样子了。唔確定留4年講一下。這種場面唔好。唔過，今晚部買到攞車進來，這種人嚟送客。捱啲。
Ready one two down up down up。延伸哦。Ready one two down up。不稳哦，还是有点不稳的。我们先下好不好 ？Cradle Ready one two down up。怎么这样？在上面的时候还是会晃。集合。来，队长，发去一人一张。现在发下去的资料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练习的队形。我们会先从上面打星号的部分开始练习。至于 ending pose 的部分，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想到，不过我会尽快在这几天设计出来印给大家。老师，这是我们那天要送行的队形吗？嗯。还有其他问题吗？阿曼。我最近在坐电梯延伸的时候，常常会有不稳的问题，我想要知道怎么解决。哦，电梯哦，紧绷在操作技巧上会影响到稳定度，那你基本上做好紧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知道了，之前佑仪老师也说过同样的话。没关系啦，慢慢，不要难过，我们就多练几次就好了哈，不要心情不好。我不是因为这样心情不好，是想到以后再也听不到佑仪老师对我们说话。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给佑仪老师一个最美好的回忆，所以这次的表演呢，只许成功，对不对？对，我们千万要记住佑仪老师对我们说过的，莫忘初衷。我们要快乐的练习，快乐的帮别人加油，那个人才感受得到啊。大家继续练习吧，加油！加油！加油！来，加油！加油！来，我们先从资料上面第一个动作开始哦。好，来，这样，来，我们再上一次哦。来 ，Ready one two down up down up， 上去哦 ，Ready one。阿春，看乜嘅咱转型？好啦，生意呢下本有意的。请问还没做的下几方面？当然做的啦，来。那我跟你约7点，来木卡。唔是啊，麻烦啊，睇下边下子好。冇，我是有其他事情想要找你。咁正经是爱天数啊？秋生奶咖啡煮，我的右手这样也不好施展。唔讲嚟，唔是小，
反正我们今天吃的是关东煮，你只要帮我把东西切好，放进我准备的高汤就可以了。爱就对啦，亲爱来什么友谊的践行宴，听说没买后事啊。Excel 杭州好。错啊！我啷讲，我之前为了注册，还嫌不嫌老做好小黑啦？哎，小心！素保养的像猫爪，不要平平贴在上面，试一下。你怎么开啊？我觉得老 K 的事情让我非常不能认同，因为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法赢得比赛，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光荣。虽然在很多运动项目中，比赛输赢大家往往看得非常重，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团队默契啊，或者是团体生活，然后大家为了一致的目标，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同一个冠军，营造出来的那种向心力，我觉得学到那些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以看啦啦队的角度，我觉得那是要非常需要团队默契的，因为只要一个人不小心，像他们，我看他们在练习，好像一个叠一个，所以你只要一个不小心，上面可能的人就会发生危险，所以不像我们篮球队可以，比如说你今天一个队只要像一个人强，或者像林书豪这样一个人可以顶天这样，就会出名。可是我觉得啦啦队没办法，因为他是非常需要团队默契的，你只要一个人有一个闪失，可能就会影响到很多人，就像叠积木那样。每个技巧都有每个人操作，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有价值的地方，都会被人家看到，被人家发现。所以这就是篮球队跟啦啦队我觉得最不同的地方。就算我求你好不好，帮我这个忙，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刚刚的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有机会！谢谢你回来帮忙。我想要加入竞技啦啦队。Yeah, something.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爱追其他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上的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 爱慕咪say爱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活。半个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很爱需要快体嘞，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活。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有没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差不多了啦。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阿貴羅國禮。人生啊，普通話有句話講，人生有夢最美，人生有夢請講講你那邊，講對基本嘅方向，做得按部就班嘅一步一步嘅潛入嘅方向，潛入嘅夢想。個人呢，尤其也嘅後生人我知道向也社會上嚟講，當代後生人其實一切本人感覺如講，覺得有墮落嘅一面，無光明嘅一面，喺一面係知道其實就無切嘅夢想啦，前無方向，前無人生嘅目標。假使講在唔學生嘅時間，前面有個興趣，然後有個方向停下來，走對一條路去行，走對有個夢想去追夢，而家人生咧，我相信過得一定會較快樂。再呀，我一加入咗期邊伴後生嘅朋友已經就講，假使你有夢，就大膽嘅去追求佢，因為人生咧。係因為有夢，人生才會更加有意義，好冇？老太太鼓勵，謝謝。